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距离又更加亲近了。每次祷告的时候，将我们需求到神的面前，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恳切在他面前，因为他是为我们挪开一切困难拦阻的伟大神。孩子来。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有信心的唱。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哈利路亚！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一次，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拍掌，哈利路亚！再一次点燃我们的心，再一次让我们热情来拥抱、关怀我们的神，然后就祷告来亲近他，告诉他我们需要你。再一次点燃我的心，不让冷漠来占据。我的爱不再模糊关系，我的敬拜充满热情。再一次赐给我信心，我要看见你神迹，病的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更多见到你。我们要主你的恩膏，看神迹，看奇妙作为，我们要见你的荣耀。我们要主你的恩膏，用信心看神迹奇事，全地要见你的荣耀。再一次点燃我的心，不让冷漠
来占据，我的爱不再漠不关心，我的敬拜充满热情，再一次赐给我信心，我要看见你神迹，病的医治，瞎眼的看见，我渴慕更多见到你，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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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摸我的灵，让敬拜冲破云霄，如你心事上大穹苍。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献上我生命，我的心不停为你燃烧，我一生当为你而活。我们要主你的恩膏，看神迹，看奇妙作为，我们要见你的荣耀。我们要主你的恩膏，用信心看神迹奇事，全地要见你的荣耀。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触摸我的灵，让敬拜冲破云霄，如你心事上大穹苍。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献上我生命，我的心不停为你燃烧，我一生当为你而活。我的心不停为你燃烧，我一生当为你而活。我的心不停为你燃烧，我一生当为你而活。拍掌。阿们。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弟兄姐妹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爱慕。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慕。是你让软弱的遭刚强，是你让灰心的遭盼望，是你叫万物伏在你脚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然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慕。是你让软弱的遭刚强，是你让灰心
心的找盼望，是你叫万物伏在你脚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然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是你是我永远的主，是我的山寨，我离我心间的距离。你是我永远的主，我要赞美你名。你是我生命的确据，我的确据。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然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是你。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降服于你，叫我全然投入你爱的怀里。我要一生一世遵从你生命，使我活出神的荣耀，是你。哈利路亚！主，是你让我们活出神你的荣耀，是你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遵从你的名。感谢主，我们请坐。感谢主哦，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一起来参加祷告会哦，特别有新的朋友哎，对不对？来，王丽，你带你的家人请站起来。王丽杰哈，好，来，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来，嘿，欢迎你们。麦克风，是啊，他们从哪里来？啊，从北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有，对，好，我这个声音可以小声一点哦，哈。好，非常好，谢谢你们哦。你们要在台湾待多久？哦，3周，好，2-3周，欢迎你们哦，哈。欢迎，对，好，我们也为自己掌声，好不好？对，你知道天气一冷哈，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缩在家里比较舒服，有没有？很容易我们就会怠惰下来。可是今天大家依然都来到祷告会哦，真的是很棒。希望我们这个爱祷告的心继续火热燃烧起来，好不好？阿妹吗？是的，好，来，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哦。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3章1到20节，因为比较多，所以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起你们印好吗？好，来大声一点哦，哈，好，开始来。小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那期间不常有从上主来的信息，更少有异象。有一天晚上，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撒母耳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天还没有亮，灯还亮着。上主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回答：“是，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喊你，回去睡吧。”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上主又呼唤撒母耳，那时撒母耳还不认识上主，因为上主还没有向他显现过。他又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以利说：“我儿，我没喊你，回去睡吧。”
上主第3次呼唤撒母耳，他再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于是以利知道那是上主在呼唤这孩子，就对撒母耳说：“回去睡吧。如果他在喊你，你就说：上主啊，请说，仆人听着。”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上主来站在那里，像先前一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请说，仆人听着。”上主对他说：“不久，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不寻常的事，使每一个听见的人都吃惊。那一天，我要彻底执行我向以利家说过的话。我已经告诉他，我要因他儿子们的恶言顶撞我，而永远惩罚他一家。”以利知道他们做坏事，却没有阻止他们。因此，我郑重地向以利家宣告：任何生祭或祭物都不能挽回这重罪的后果。撒母耳睡到天亮，起来开上主殿宇的门，他不敢向以利提起这异象。以利喊他：“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是，我在这里。”以利问他：“上主对你说了什么？不要瞒着我。如果不全部说出来，愿上帝重重的处罚你。”于是撒母耳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没有一点隐瞒。以利说：“他是上主，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做吧。”撒母耳逐渐长大，上主与他同在，使他每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我们继续把20节一起读完。全以色列人民从但到别是巴，都知道撒母耳确是上主所立的先知。阿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改变权力的上帝，改变权力的上帝哈。刚刚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主角有2位，哪2位在对话？以利跟撒母耳，对不对？然后谁又在跟撒母耳对话？上主哈。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先了解撒母耳的家庭哈。我们来看下一章，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好，以利加拿有2个妻子，有一个叫哈拿，有一个叫比尼拿。然后我们再横向看，那先看下面，比尼拿一开始就圣经上就说他有儿女。那哈拿呢，一直都没有小孩，好，一直都没有小孩，所以呢，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生儿子哦，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甚至于是好像是被咒诅的。所以呢，然后你知道以利加拿又很偏心，比较疼爱谁？比较疼爱哈拿哈，所以呢，比尼拉就会用你没有儿子，你没有生孩子这件事情，就会一直来欺负这个哈拿，不管是用讲话，不管用什么言语，不管用什么东西，他就会一直来凌辱这个用那种冷暴力或什么暴力来凌辱这个哈拿，所以哈拿很痛苦，因为他真的就是没有孩子，所以呢，就在哈拿会到那个我们讲说到示罗去哈，那到那个神的圣殿里面。有一次他到示罗的那个圣，他每一年以利加拿都会带着他们全家到示罗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哈。那这一天呢，哈拿呢就在这个示罗的这个圣殿里面呢，就很痛苦、很悲情、很难过，就为了说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有儿子，一直没有办法生孩子这件事情，就在那边很痛苦的在那边，就像醉酒一样的在那边祷告，这样就是很默祷，然后嘴巴一直颤抖，一直这样，就像很醉酒的样子。那你知道那个圣殿里面就是谁在服侍？就是以利在服侍，以利就坐在那个窗边的位置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女人怎么会像喝醉酒一样？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就在那边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以利呢就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去叫这个哈拿，那哈拿就把他这个为什么他这样的苦情的祷告，就把整个动机，当祷告的事情，就把这个整个动机就告诉了以利，所以以利就为着他这样子的苦情，就为他祝福祷告，为他能够生育孩子这件事情祷告。所以呢，当以利像哈拿这样子的一个祝福祷告，哈拿就回家了。过一阵子，哈拿就怎么样？居然就怀孕的，所以哈拿就很高兴。所以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就
生了谁？撒母耳，取这个名字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哈拿就很知道说这个孩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有这个心愿，就是当这个孩子，他要把这个孩子是献给谁？献给耶和华，让耶和华来使用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个哈拿就大约在撒母耳大约在断奶的时间，断奶大概是几个月哈？或者是1岁吧，不晓得哈，圣经上没有讲，只想断奶。就到断奶的时候，就把撒母耳就再次的带到哪里？带到示罗以利所服侍的这个圣殿里面，就把这个撒母耳怎样？就交给这个以利，就要让以利也来抚养他，来教导他，希望他也跟以利一样，成为怎样服侍神的那个祭司。我们看下一页。那我们来看以利哦，这个以利哦。他是祭司，也是士师，对不对？然后你看他横的方向，以利本来有几个孩子？他早就已经有2个孩子了，就这2个孩子也都成为什么？祭司。那我们个点哦，撒母耳是以利的孩子吗？不是，但是因为他断奶的时候，谁？哈拿就把以利怎样？就把撒母耳交给以利了，来抚养，所以算是他的什么？也算是他抚养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从小以利就带着撒母耳，所以可以带以利可以算是撒母耳的什么老师，也可以算是他的什么养父吧，啊，或者是他的反正就属灵的长辈哈，类似这样的关系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往前看一个，刚刚那一页哈，往前。好，那你看哦，哈拿呢，因为有了撒母耳之后呢，又把撒母耳献给神了，对不对？最后他继续在这样的祷告里面，你知道哈拿很棒，最后生了几个？应该是3个儿子2个女儿啦。然后这里写错，应该是3个儿子2。圣经上是告诉我们，哈拿后面又生了，在撒母耳离开家了之后，哈拿最后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哈，整个大致来讲子。好，那我们来看哦。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改变权力的上帝。哈。那你看，我们刚刚今天在我们看到第3页来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说，我们的上主上帝他呼唤撒母耳几次？3次。可是，在撒母耳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上帝都还没有向撒母耳显现过，所以撒母耳不知道那个是谁的声音。他只是很那时候就是以利已经老眼昏花了，算是年纪大了，所以他已经算老眼昏花了。所以他们是以利在他自己的房间睡觉，那撒母耳就在圣殿的地方在睡觉，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唤的声音，可是他不知道，所以他连续来回3次都来怎么样？对他的师父吧，对他的老师来讲说：“你叫我吗？”可是以利都说：“我没有叫你，叫他回去。”一直到第3次的时候，以利才怎么样？突然间惊醒，突然间恍然大悟，说：“哎，应该是上帝在对撒母耳对话，所以就叫撒母耳说：你若是再听到有人在对你呼唤，有在听到对你呼唤的声音，你就要说什么？仆人在这里，请说，对不对？好，那第4次我们来看看哦，第11节这个地方很重要。上主就第4次来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上主就对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第11节来。件不寻常的事，使每一个听见的人都吃惊。这里要讲哦，再回还不要跑，第11节还在第11节哈。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什么不寻常的事？这件事情表示是很严重哦，而且让每一个听见人都怎么样？吃惊。那我们来看看，你知道上主就好像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像一个审判长一样，慢慢的一句一句讲。他讲什么？那一天我要怎样彻底执行我向以利家说过的话？我要彻底执行哦。这是一个除了让大家很吃惊，而且要彻底执行。再接着越来越严重。来第13节，我们来念。我已经告诉他，我要因他儿子们恶言顶撞我，而永远惩罚他一家。以利知道他们做坏事，却没有阻止他们。弟兄姐妹，这句话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点惊恐，你知道吗？谁做坏事？儿子们做坏事，但是后来是怎样？
以利是谁？儿子的爸爸。以利知道他们做坏事，怎样？却没有阻止他们。连儿子做坏事，爸爸有责任哎；孩子做坏事，父母亲有责任。在这个地方是连带讲下去哦。第14节，因此我郑重地向以利家宣告，怎样？不能挽回，这已经很严重了。你要再重新要拉回来都没有机会了，已经几乎就是叫做判死刑了。那到底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讲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第3章我们要讲的是上帝如何呼召撒母耳还没有到这边我们看在前一章。就这样 ，OK，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是上帝呼召撒母耳，因为上帝呼召撒母耳怎么样？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要开始把他的权力要开始改变。我们来看看撒母耳到底，以利家的孩子到底有多大的重罪？到底有多大的重罪？我们刚刚讲以利是祭司，对不对？他的孩子理所当然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环境生长的环境，也耳濡目染，他们也做了什么？祭司。你知道祭司是怎么样？祭司就是百姓们到圣殿来，到殿宇来祭拜神的时候，要用牲畜，要用什么来祭拜神的时候，祭司就要带领他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祭司要做的是这件事情。以利的2个小孩会不会做？加高走，你就搞可是上帝说他不认识我，他们2个孩子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为什么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只是会做那个仪式。你知道过去在以色列的这种旧约时代他们都会这些每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圣殿来祭拜神的时候，他们会在圣殿的外面就开始怎样？开始会煮他们的牲畜的那些肉，会煮起来，煮起来之后就开始要去烤。你知道为什么要烤？要把油脂烤掉，要把油沥掉，才能去祭拜这位神。这是他们的律法，这是要献给神的东西，要先把油脂这些东西要弄掉。可是以利的这2个孩子，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拿着他们的权柄，拿着他们的这个位分他就会叫他仆人，比如说你们都来祭拜神，那你们在殿宇的外面就开始一锅一锅的在煮肉，一锅一锅的在煮肉。以利就会那个撒母耳以利的这2个孩子就会让他仆人怎么样？拿着叉子就开始一锅一锅去，直接到那插入去，插掉到那。就徛在遮，不是讲恁兜有恁兜嘛爱，搁插落去，每一个锅子伊拢改插，拢无关伊身边部位，都一直改插。我不能一直讲台语都安尼就把它拿起来，就拿了就走了。那他们讲，这些他们当然以色列的人当然都会是尊敬这些祭司。他说，可不可以把这些油脂先让我把它烤掉？我们再他的仆人以利的孩子，这仆人就说。我那个祭司不喜欢吃这样子的，他们喜欢吃用生的，直接就这样很大张旗鼓、大摇大摆的直接这样讲，就拿着就走。如果你不给，他们会用什么东西抢夺的？这是圣经上说的。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如果在祭司来讲其实以色列人他们都会顾念到祭司的生活的需要，他们会把他们祭拜的肉会一定会给这个祭司们。你知道会用哪个地方？用胸口的肉。那如果今天是做这个特别祭拜的，这是我查过的特别祭拜的这个主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祭司，主礼的这个祭司，他们会把右腿的肉会给这个主礼的祭司。好，是这样子的。我查到的那个查到的资料是这样写。可是以利的这2个孩子都一直插这个推给他的家。好，这个就是他已经完全把旧约律法没当一回事。旧约律法代表神的诫命，对不对？已经不当一回事。更让神愤怒的是，他们会跟圣殿外面在服侍的这些妇女怎样？苟合，行奸淫。所以他等于是亵渎了神，除了是就是违反了神的诫命，不遵照神的诫命，不敬畏神的诫命，还在圣殿的外面、圣殿的地方跟不该做的事情，这些都已经违反了一个祭司该有的。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所以神才会在第11节、12节、13节、14节说了这么严重的话。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神，他是改变权力的上帝，神会赐给我们权力，神会不会把我们的权力收回？会哦。我再说一次，以利跟撒母耳的关系，我们再来分享，再想一下。我刚刚说以利可以成为撒母耳的什么？属灵的老师，他可以是属灵的学生，他可以成为他的什么父亲？他是孩子。以利年纪比较大，撒母耳年纪比较小，对不对？照理说，以利他都有这个位分，他有这样的权利，他有这样的权柄，这是神给他们的家庭。但是在这个时刻，上帝要把以利家的所有的权利要怎样收回，而且要改变方式，要把这个权利，要把这个权柄直接转到谁的身上？对，在那个时候，上帝跟撒母耳呼唤的那几次，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权力已经移转了。老的要听小的了，年长的要听年幼的。上帝要改变这一切，不是因为我老了我就要听年轻人，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他们家怎么样不尊重、不重视神，以至于神就要把那个权柄就要拿回。我们来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而且是令人敬畏的，他能够改变现状。我们要甚至，但是很重要的是，以利毕竟是上帝的仆人。当他听到这个撒母耳，就你一定要来告诉我，上帝跟你说了什么？你一定要很诚实的，一步一步的，全部都告诉我，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你知道撒母耳其实是不敢跟以利说真话，对不对？不敢说，不是真话，就不敢去讲那么多这么明白的话，因为这是很伤以利的家族，对以利家族来讲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可是以利就说：“你还是要告诉我。”所以当撒母耳就把上帝跟撒母耳讲的所有的话就告诉以利。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我们学习的。以利听到他们家要受到这样的咒诅，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盼望的未来，以利依然是怎样接受？他没有去愤怒，他也没有去抱怨，没有去质疑神，他依然是怎样？依然就是接受。所以这也是以利他有一个神仆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哈。但是呢，我要去讲，我们来看看，我觉得我今天比较要讲的不是权力的兑换，而是我们来看下一节。我很 care 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是撒母耳记上3章，对不对？可是我们要读的是回去读2章29节。其实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经文，你们觉得哪一个经文让你会觉得要很小心？对不对？我们再来读中间那一段，来。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在座的弟兄姐妹或在线上弟兄姐妹，我们也许都已经是为人父母，甚至是阿公阿嬷哦。神对以利讲的是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到底尊重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的时代是什么。我的时代在30几年前，我在初为人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一直强调的是爱的教育，是不是？我记得30年，可是我的教育里面是很权威的，是铁的纪律，只有1，你不能跟我讲2。我的教育里面是这样的，不能跟我讲2。老师的权柄很大，父母亲的权柄很大。可是当我生孩子的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要被讲说什么爱的教育，爱的教育，爱的教育。你们是不是爱的教育教孩子的？你知道30年后再反观爱的教育长大的孩子，你知道是有走中的孩子，你们知道吗？有走中的孩子哦，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哦。什么不是说爱的教育不对，而是说从我们这种被告知说要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怎么样走中？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的教育啊！我们讲的我没在讲怕，
学校老师也不能拿鞭子打，都不可以，打了会怎样？所以我们知道不能打，我们要很尊重他，我们要用爱来包容接纳他，以至于我们教出来的下一代的孩子，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这是教育学者说的哦，你们可以从 Google 来哦。在我们这一代被教导下来的爱的教育的孩子，现在可能已经30岁了，30多岁了。我们发现被我们教导出来的孩子是不能受挫折。不能被否定，不能有太大的压力。我们的爱的教育是爱的教育错吗？其实不是，我发现是我们对爱的教育的认知没有弄懂。我们只是被告知要被爱的教育，但是我们没有去学，没有被去教导，以至于我们在那个一线之间，我们的爱的教育做成怎么样？不小心就在变成放任，我全部尊重，不管，不能管他，不能管教。我们会在这个一线之间就走差了。你看以利是怎样？以利他为什么他如何尊重孩子？回想我们的世代，我们是不是很尊重现在的孩子？哦，你们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尊重你们的语言，我们要尊重你的表达方式。你知道我跟我儿子在赖或怎么样？我说今天怎么样？好吗？我们都会讲好还不好，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会讲好还不好？我儿子会请你告诉我是对好还是不好？我都要猜哦，那是好吗？是可以吗？我就想，是什么意思？我就会猜。我终于慢慢聊，就是说好，这个就是有一个动作，好啦。那去了解，我想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很尊重我们现在的孩子，要尊重他的表达方式，甚至要去认识他的表达方式。我们甚至要尊重他的衣着，我们还要尊重他的年纪，我们甚至要尊重他的经验。我们现在的经验就不要多话，都用讲底下讲，不要用嘴巴讲。我们都要尊重这么多，你知道尊重下来的结果，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不能多说他所以，但是这样有错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错。但是我只知道，在29节这边2章29节，上帝就这样子来说：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自己就在查资料，我查了很多资料，我觉得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我们来看下3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藐视我的。我们再来念最后，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我必被。我就从那个牧师里面的那个讲章里面，他就这样分析，上帝到底在生气他2个孩子什么？为什么？你说以利有没有教导他的孩子？其实有以利知道这些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其实都已经在以色列全部传遍了，每一个人都已经风闻这些事情。以利2个孩子作恶多端，可是以利就讲，不能这样哦，你这样子做是不可以的哦，因为这样子是不属耶和华的哦。他用讲的。但是，那个牧师就是上面写说，以利错在哪里？他没有教他的孩子尊重耶和华。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他没有教他的下一代尊重耶和华。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什么叫做跟随耶和华？什么叫做我们要亲近耶和华？可是以利只知道要尊重他的孩子，胜过尊重耶和华。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我是不是也跟以利一样？我为了要家庭和睦，我为了家里不要去吵闹，不要的，我都尊重小孩，我都不要去碰他，我都是好好的告诫，好好的告知。但是在这个告知里面有没有约束，有没有管教，有没有黑白分明，这个是考验我们做父母的智慧。我们父母亲的智慧要从哪里来？要从上帝而来，不是从我们的经验而来，也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来，要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祷告。我们说在1月27号在1月27号教育部有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信徒讲座。
那我们邀请了陈柏芝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哦，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线上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学习。我就注意看这个陈柏芝牧师，他里面的有一些主题，其中有一个我就很让我一亮，叮，再累也要把孩子怎样教好。有一堂课要讲这个，再累也要把孩子教好。这一堂课让我眼睛为之一亮。你知道，你就说，你就搞公司，我给那种大汉，我那种孙啊，那我讲，我要讲，不是。如果我们教会的小孩，如果我要去讲，我们都要为我们教会这些青年儿童牧区的这些小孩，我们都要看重他们呐。如果我们觉得那是那家的小孩，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认为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弟兄姐妹，不管你年纪多大，我们都要看重我们教会现在在我们教会在成长的这些小孩。你能不能够参与在这个教会的主日学教学、教会的儿童牧区教学？我老过底下公司，我说 no。你知道，蒙特梭利最棒的东西就是混龄教学，他最棒的东西就是混龄，大班、小班、中班全部混在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时间，就是混龄教学。小的会看大的怎么做，大的会看小的不好的，我们来教他，那是他很棒的东西。你说我们年纪大的能不能去照顾我们的幼小孩？可以。如果迦南教会的整层楼很多小孩子唱歌跳舞，跑来跑去，我跟你讲，我们教会不复兴才怪。会不会复兴？就怕没有小孩在这边，那我们的小孩如何奠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眼睛要看这些大人的生命，看这些大人的行为。青少年为什么不能留在教会？就是看大人的生命，看大人的行为。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学？我们要不要学？我们一定要来学。不要说我的孩子大了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来学。陈柏芝牧师要来带，又再累也要把孩子教好。我们一起来学。不管你的小孩多大，或跟你有没有关系的小孩，我跟你讲，迦南教会每一个小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这种声音有没有关系？起来吧，我们起来吧，我们一起看重我们教会的小孩，我们一起看重我们教会的青年，不要只看重自己，因为我们只看重自己，我们的眼目就这么窄。我们看重我们的小孩，让我们现在一起起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渴慕你，让我们看重教会的每一件事情。哈利路亚！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
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是的，我们仍然来站立，我们要来感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的口能够感谢，我们的能力力量就越活越强。因为当我们感谢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充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要数算他的恩典。我们要特别为今年2024年，我们要赞美神赐下他的恩典，并祷告神，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要有能力，帮助我们来面对各样的挑战。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要感谢神一切的供应和保护，愿神继续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与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和希望。阿们吗？我们要感谢上个礼拜天林波寿牧师，他现在是我们教会的小会议长，他1月7日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信息，举行圣礼典。当然这个礼拜六他也会在周六礼拜举行圣礼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我们来谢谢神赐下那美好的美好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赐下一切的让我们能够开口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得享你的喜乐，得享你的美好的丰盛。主，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口要赞美你，我们口要称谢你。当我们来越称谢，我们越感谢；越称谢，我们越得力。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丰盛有余，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来呼求说神，你就与我们同在。不过让我们有机会，我们能够与人来分享神你的福音。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分享神你的这个好消息。谢谢主，让我们真的是参派林波寿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要一起我们分享。哦，主啊，我们真是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在迦南教会就在你的里面，让继续往前走。我们没有害怕，没有惧怕，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主有同在，我们不害怕。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行过的工作，你的美善与祝福总是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并深深的爱我们。你总是看见我们的需要，并温柔的陪伴我们走过那些不容易的日子。主，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创造我们的全能神。我们要继续向你来求取从你来的力量，让我们能靠主刚强起来，勇敢面对各样的挑战，并在挑战的环境中，我们仍然能够向主来称谢与赞美。因为当我们越称谢，就越有力；我们越感谢，就能够活出主的爱。新的一年，我们仍然要靠主喜乐，小事大事我们都要完全交托，因为你是在风浪中仍然作王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是的，我们不单单只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更要为这个地球、为全球、为国家、为城市。我们要祈求神的平安、公平和公义，要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是要给我们爱，神创造这个世界就要把他的平安、公平、公义要放在我们的各个角落里面，让神的爱要超越国界。我们要让神的医治来带领以巴战争还有乌俄战争。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这些祷告的人不要冷落下去，继续为这些还在战场中的这些国家来继续祷告。还有到1月13号，就这个礼拜六是什么事情啊？选举。真的不要把这件事当成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住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祷告，真的是求主让台湾这块土地，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跟立委的选举，求神来怎么样？掌权，赐下行公义、好怜悯、爱人民、爱台湾的这块土地来执政掌权来这个地方，好不好？继续第三个，我们要为桃园就是我们居住的这块地，我们要求神真的让桃园被主带动，愿意与神同工的城市，让这个城市更多的基督徒起来，一同为这块土地、为这块城市来继续守望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世界，为我们的地方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真的是与我们桃园同在，与这个国家同在。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六就是选举的日子，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日子。主，你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一个
啊，我们的国家掌权是在你，你的心意高过每一个人，带领我们的国家的未来，让那些认识你的人主，你要一个个兴起他们，让我们所有的总统、副总统、立法委员都在主的面前成为他们的这个修平他们崎岖的道路，让他们的所需资源都赐给他们，让他们来够成为这个掌权者，让靠着主来掌权。谢谢主，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你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也说，凡2、3个人奉我的名祷告的，我必垂听。如今我们在这边聚在这里，我们就是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我们向你发出最恳切的祈求。是的，主啊，求主你看顾现在战火中的人民。主啊，求主你看顾他们，让他们在这场战争当中，能够有主你的怜悯施恩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求主你降下你的大能，让这些冲突、乌俄战争、以巴战争都能够很快的有一个美好的解决。是主啊，我们在这边祈求你降下你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不会再有人攻击人、国攻击国的情况发生。主啊，也请求你将你的大能在这个世界其他的角落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主啊，也求主你看顾怜悯这些地区的人民，让他们不会受到战争的威胁，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可以成长，在主你的带领之下，让这个世界可以更加的向主你的国来靠近。主啊，我们这样的恳切的祈求，尤其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我们就要选举中华民国第16届的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以及立法委员。主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执政团队将影响这个国家人民该如何生活，也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是，主啊，求主你的灵，你属灵的智慧降在他们的身上。也许他们不认识主你，但我们这边恳求主你的灵感动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的所言所行所下的每一次的决定，都是依着公义、怜悯、公心，为了台湾这片土地做出发点，而非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让自己过得好而已，来做自己的施政依据。主啊，求主你看顾我们这些政治人物，我们这些行政团队，让我们在台湾未来的时间，我们能够选出一个合主你心意的领导人，在台湾未来4年当中领导台湾这片土地未来的发展。主啊，全求你给他们智慧，让总统、副总统可以把好中华民国未来发展的道路这个舵，也求主你赐下智慧给他的行政团队，以及我们这一次我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让他们所立的法、修的法不会只是一纸空文，甚至是恶法，让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让我们在这些法律当中有所漏洞的，可以在未来拾遗补缺，将它补强，例如我们的交通法、儿少法等。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法，有一些有漏洞，甚至有一些不合时宜，但是求主你给他们智慧还有魄力，能够去改变这一切。主啊，也求主你看顾我们桃园这个城市，让我们这个城市能够在主你的关爱之下，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让我们在桃园的这些人民能够领受到主你给他的恩典慈爱，尤其是我们在桃园这块土地上的基督徒，
主啊，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子。阿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好的见证，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清主你要在我们人身上的作为，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复兴桃园这块土地的一份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嘉措执事，谢谢。可是我们有一件事情也是不要忘记，我们要祷告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虽然现在为着礼拜六的这个选举来祷告，但是我们要为着选举后的结果仍然要祷告，让大家能够顺服在这样的结果里面。我们相信有神的美意，我们要同时要为这个祷告后的选举后的结果。好，接着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聘牧小组都已经成立了，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为我们这个聘牧小组来祷告，让这个聘牧小组从神而来的智慧跟意象，顺服神的引领，求神来带领合他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的当中哦。我们要继续为崇拜部在这1月到6月，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主日的讲道。好，我们有晋升审阅哈，我们已经有林伯寿牧师来我们当中，郑正仁、陈伯志，还有陈伯雄、许荣峰几位牧师都会来到我们的当中，求主他纪念他们的服事哦哈。那也很平安的来到我们当中哦。1月13号我刚刚有说哈，礼拜六是林伯寿牧师来主持圣礼典哦。1月14号就这个礼拜天是哪一位牧师？陈伯志牧师会在我们的当中哦哈，所以大家能够都一起我们要来参加。还有现在我们参加的是什么？祷告会。你知道祷告会，我叔叔哦，我先生的叔叔哦，也是一个医生，也是传道人。他说他每次到各个教会，很多教会都会去，是以前啦，他现在退休了，都会到那个很多教会到他就邀请他去做那个讲道。他说每次看一个教会的周报，他会先看什么？他会先看祷告会人数。我记得那一次他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的时候啊，他打开我们周报看，他说他也是先看我们迦南教会祷告会，那是已经很多年，那是不知道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祷告会人数几个人，你们知道吗？21个人。那我们教会那时候是600多个人嘛，哈，这样子好像500-600多个人，所以这个比例我们真的是要起来哈。我们说多祷告多有力量，恳求神感动弟兄姐妹，踊跃参与周3祷告会，用祷告点燃什么？迦南教会复兴的火，阿们吗？你们都是要点燃祷告的那个祷告复兴的火哈。还有1月20号教育部。会继续哦，基要真理班哈，上次已经有13个人报名了，我们希望更多人参与哦。还有1月14号财务部会，还有志工队干部会议哦，还有没有？就这一页哈。好，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每一个事工祷告，不管是教育的，不管是事工的财务，我们都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祷告哦。那这一段我们要请谢志鹏小组长来祷告哦哈。主啊，教会是一群能听见神声音的人聚集的地方。主啊，你是教会的核心，求你的爱和合一的灵就充满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求你帮助我们不看见彼此之间的不一样，乃是要定睛在更重要的基督的心意上面，帮助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爱，特别浇灌在新鲜的恩膏，充满在我们聘牧小组的团队里面，让我们能合一，清楚明白神你对我们迦南教会的心意与带领，让我们有共同的意向，按照神的心意寻求到神的仆人。主啊，我们求你赐下那个喜爱祷告的心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凡事都要祷告，也要知道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但往往我们会更体贴自己的软弱，在祷告的上面，我们的火热会渐渐消灭掉。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燃烧起来，爱祷告，渴慕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唯有祷告是寻求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那个得胜的力量。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子，并且我们各自做肢体，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身子。我们更要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啊，但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坚持己见，个人只顾自己的事情，增进比较，骄傲、冷漠，甚至彼此争闹，结党纷争，把肢体分门别类，使得基督的身子分裂了。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所有使教会不合一的因素都要完全止息。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除去教会的分门别类，使教会得到医治。也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灵和受教的心，能够看到别人比我们自己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的，奉主的名宣告，我们要弃绝这一切从仇敌来的谎言。是的，破除教会在政治上的偏见。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领受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是的，持续为我们的国家、社会付上祷告的代价，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活出天国的式样，见证天国的真理。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无助，是眼瞎耳聋的。我们以为我们富足了，其实却是贫穷的。我们以为我们忠心了，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们以为行的是神的道，其实我们已经落入恶者的网络中而不自知。主耶稣啊，求你赐给我们眼药，洁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求你以你的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重建你的身体，恢复大有能力的教会，叫你的儿女都能兴起、成熟、长大，懂得自己的身份地位、权柄能力，呼召命定，同心合意，各按其职，按着个体的功用联络合一，使你的圣殿末后的荣耀都能够大于先前的，使教会不仅要传神国的福音，更要彰显父神的荣耀。还是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操作过一次了，哈。那我们现在继续哦。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站起来，我们去找姐妹对姐妹、弟兄对弟兄，然后我们就两个一起哦，彼此哦，哈，彼此来代祷，就是为你的事业、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婚姻，或者是为你的儿女、子女都可以哦。我们就站起来，然后一起说哦，哈，好，来。两个啊！你可以跟那个你就上来，对，好，来，可以，来，志鹏跟好，来，可以，好，那志鹏跟我，对，我们就上来，因为有直播，来，志鹏，我们就这样，你为我祷告，就是要为我的服事来祷告，让我在服事上面真的是能够谦卑顺服神，然后求神赐给我智慧跟能力，哈。为你什么祷告？就是儿女，好，就这样哈。那我先为你祷告，我就服在这边。等一下为我祷告的服在这边哈。主是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志鹏小组长来祷告。主，你爱他，我们看见主，你真的深深的爱他，你让他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你让他有一个爱你的心，让他有一个跟随你的心。真的是恳切的求主，你来保护他的家人，因为你看他为宝贵的器皿。他这时候要为他的孩子的婚姻来祷告。主啊，真的是婚姻是所你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我们真的是求你让志鹏的孩子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带领下找到合神心意的伴侣，能够爱他们的伴侣，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一起建造基督的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主，我们真的是恳切的求你带领他们，使他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使他们走在主你是他们的光，你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带领他们，引领他们前面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道路，因为他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要得着那个丰盛，得着那个赐福，得着那个满满从神而来的恩典。主，你的喜乐要浇灌在这个家庭里面，主让他们在你的里面得享那个安息，得享那个平安，得享那个荣美，得享那个奇恩典，把这个家庭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里，你赐福，大的又大的赐福在志鹏的家庭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的生命，阿们。
都祷告完了，哎呀，还在祷告，我们继续。好，祷告完的可以请坐哦。我们还有最后一段哦，就是肢体的代祷。哦，我觉得很好哦，彼此代祷真的很棒哈。上礼拜那个秀玲执事又跟我讲，祝仪长老太短了，时间太短了，可以再长一点。那今天这样可以吗？我真的觉得很好，你知道我们一直为人家代祷，谁可以为我代祷呢？我觉得这一趴真的很好啊，有更好的建议都欢迎跟我或跟我们的长老们都可以有建议，我们可以很多的东西祷告，可以很多的调整哦。好，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代祷，我们的青年牧区学青哦，阮和瑜哦，他1月20号到22号就是马上喽，高3要学测哈，求主真赐给他能力，赐给他智慧，也纪念他所学的哈。然后我们的成人牧区第18组哦，就梦辰哈，梦辰的癌细胞，他之前就有开刀了，脑部的哈，那现在好像感觉又很不舒服，那好像这样的不舒服就会影响他的情绪，会变得比较暴躁，是这样子说了哈。我们正为梦辰来祷告，然后我们也为的第11组智慧姐哈，求神来医治她的眼睛哈。再来，我们为11组的廖万兴的脊椎哈，弟兄的脊椎，还有左侧的坐骨神经，还有怡红姐妹的腰会酸痛，都求主来医治哦。啊，这些病痛真的求主把这些捆绑、这些锁链都把它们断开，真的是我们在那个里面，我们知道他们的辛苦哈，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啊！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主，你知道我们病痛的弟兄姐妹的难处，主你知道他们在深陷在这样的困难里面，他们需要主你的爱，需要主你的医治。主啊，他们在困难的当中，他们依然能够依靠主，让他们的信心不要软弱下来，不要退却，他们依然要赞美主，因为唯有赞美才是那个力量，唯有他称谢的时候，主他们要变成一个喜乐。虽然在病痛的当中，主你要建立他们，让他们在这个经验里面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主你纪念他们，把那样子痛苦的这样子的来成为他们安慰，成为他们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在那个痛苦的当中能够纪念神你的美好。因为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要经历神你的奇妙大爱，你的慈爱。谢谢主，主让我们真的是赞美的口不停，我们的祷告的心不断，我们的火热的那个力量不断。因为神你建立我们，你要丰盛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将病重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宣告你是耶和华拉法，谢谢你将那爱耶稣的基督的心就赏赐给我们做那个赎罪祭，也为我们背负了重担。主啊，你要释放我们病中的弟兄姐妹身上的病痛，这些捆绑，能在病中经历你的医治与救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这些仇敌在他们的身上所压制的痛苦，愿主的宝血涂抹遮盖，释放他们得以恢复自由。为青年孩子要学测，就在马上就要学测，主你要成为他们的依靠，成为他们的帮助，让他们随时知道要来向主来祷告，纪念他们所学的，他们所努力的付出。主你要赐给他们，主你要赐给他们应得的福分，使他们在能够考上理想的学校。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开口一起说，主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称谢，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依然要称谢，我们依然要赞美，因为主你是那丰盛的神，你不要赐福分给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一起来。钢琴的声音可以大声一点哦。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一起来呼喊，在你没有难成
事，再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主是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凡事都要交托。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向你来仰望，我们要向你来单单的定睛在你，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从你而来的。不管我们生活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从你而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把今天的祷告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保守我们平安的离去，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成为那有影响力的人。哈利路亚！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呢，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同工一起来祷告哦。